皇上，皇后，这不是置小弟于万死之地吗？四哥嫂子小以大义，朱权刻骨铭心。自今日起，臣弟自当竭尽全力辅佐皇上，不负皇上皇后的厚望。老十七，你看你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没有君臣，只有兄弟。来，快起来，坐。17弟，以后四哥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来告诉嫂子，嫂子给你做主。四哥，嫂子，既是一家人，小弟也就不见外了。还有一件大事让小弟忧虑已久，不敢定夺呀。哦。四哥为平天下，祭出铁腕治国，杀了方孝孺党873人，方孝孺死有余辜，可是朝野波澜却久而未平啊！臣弟得到探报，最近有一批追随方孝孺的士子，经常聚集在京城郊外的道观之中，以一个女道士为领袖，已经集结成了一股势力。这些人虽然手无缚鸡之力，可却是永乐新政一个可怕的对手。于京城，他让朝野感到政局不稳；于天下，这些士人的口口相传将动摇大明根基呀。蛇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可怕的就是聚众成群，结党乱政。小弟担心此举绝不会是空穴来风，说不定就是有人蓄意与建文的余孽勾结，在海外兴风作浪。如果朱允文还活着，他们必然里应外合，将使四哥的大位不稳。小弟一直为此事感到不安，心中忧虑已久啊。唉，俗话说，打仗还得亲兄弟，上阵还得父子兵啊。小弟只有一句话，辅佐四哥定当尽心竭力，可大位初定，要是别人生出异心，那可就坏了大事了。你说的这么玄乎，可有凭证啊？有，这些人最近要给方孝孺立碑。此人是何许人也？这个女道士的身份特殊，臣弟不敢处置。谁呀？嫂子的胞妹，徐妙锦。妙锦，方孝孺这件事刚刚过去，你这样做，不又让他死灰复燃吗？当年你在郑村坝收尸，给朕留下2句唾骂，朕没有为难你。可现在你做的事也太出格了吧？妙锦，过去的燕王，现在是皇上，身担社稷，心系臣民，跟过去不一样。你这样任性，会误国误民的。不同的只是燕王变成了皇帝，不同的只是鬼头道变成了天子剑。你说对了，朕如果不争，朱允文就要削藩，就要夺命。陛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命，竟然让成千上万的人去流血。天下大乱，受苦的人的确不仅是朕，更是百姓。朕奉天靖难，就是要以雷霆手段开创太平盛世。
大明已经千疮百孔，百姓已经不堪祸乱。陛下心中只有刮骨剔肉，却不懂得活血化瘀。方孝孺先生，一代宗师，陛下为什么没有海纳百川的雅量？陛下为什么不能宽以治国，善待一己？妙锦呐，永乐开元，百废待兴。如果不能先安后治，大明何以永续？江山如何长存？我只是希望天下的读书人不再做皇权的牺牲品。我只是希望皇帝的宝座之下不再尸骸遍地。我只是希望天下的黎民苍生都常享太平。坐而论道，空谈误国。朕也告诉你一句实话，起兵靖难，朕要的就是改弦更张，承继大统。朕就是要废止弊政，再造大明。千番战火，万具尸骸，不过是为了权柄。靖难也好，杀人也罢，一个想夺下宝座，一个想保住龙椅，争的不过还是这个皇位。100年之后，自有定论。篡逆也好，夺位也罢，今天朕是皇上，大明就得按照朕的旨意立国安邦。如果有人胆敢效仿方孝孺一党，拿前朝的英魂来做文章，朕定斩不赦，绝不姑息。千秋公罪，任人评说。妙锦领教了，原来天威，不过就是杀人。皇上，小妹的几句气话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我想，她还是在为当年父亲大人的死而不能释怀。朕的确跟朱允炆一样，为了大魏，祸及百姓，祸及天下。皇上不要太苛求自己了。古往今来，为帝者难逃非难。朱允炆如此，皇上也是如此啊。不，妙锦的话让朕顿悟啊。荣登大位，其实是为了还账。朕要为自己还账，为父皇还账，还因为普天之下的恩怨还账啊。永乐开元，诏书刚刚颁布海内外，就有众多藩邦国使来朝觐见，这是国之将兴的吉兆。天下一统，则万国来朝嘛。朕今天要与众位爱卿一起，迎接藩邦使者，见证开元盛世。传中国使臣觐见。日本国使臣叩见天朝大明国皇帝陛下。伯尼使臣叩见大明国皇帝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还有哪国使者？不必多礼，都一起请进来吧。启禀皇上，此次来朝的只有伯尼国和日本国2位国使。启禀皇上，伯尼国和日本国的使臣这一次捷足先登，抢了恭贺陛下荣登大位的首功。
更多的使臣不日之内将会源源不断地来朝纳贡觐见皇上。接着说吧。这位是伯尼国王子麻那惹加那乃。伯尼国王拜贺大明皇帝，并亲笔致书，愿修永世之好。好，大明会成为你们最可信任的朋友。这位是日本国正使天龙寺高僧兼中闺蜜。日本国君特遣贫僧拜贺大明皇帝，并呈上国书。你们漂洋过海，远道而来，不容易啊！到了中土，大明就是你们的家，你们可以多住些日子。在京期间，朝廷将以王公规制礼遇你们。平身吧。谢大明皇帝厚恩。皇上，臣有事要奏。说吧。日本国国使呈的国书是假的。假的？启禀皇上，以为臣所知，日本国国使于5月13日抵达大明舟山港，是时靖难之役尚未结束，监中先生便见风使舵，准备了2份国书。正册呈朱允文，副册呈皇上。他原本打算谁取胜就向谁恭贺。这2份国书只是皇帝的尊讳不同而已，请皇上明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明白这位大人的意思。监中先生，自从你们踏上大明的国土，身边的一草一木就都向着皇上。如果你还想抵赖的话，就更加不公了。皇上，国书怎还敢作假？这太荒唐了，简直是欺人太甚呐！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从实讲！陛下，使臣确实准备了2份国书，请大明皇帝恕罪。说，陛下，大明乃天朝上国，皇上叔侄2人，无论谁做了天子，都与邻邦无关。皇上应当以宽厚为怀，不必动怒。巧言令色。下去吧。殿外候旨。谢皇上。遵旨。欺人太甚！陛下以为永乐开元，必然是万国来贺，群星捧月，结果是大失所望。他们敢这么做，无非是欺人名不正言不顺。永乐历朝，内忧外患，要将天下归心，道路还很漫长啊！大师为何高官厚禄坚持不受？难道真的是打算功成身退吗？陛下恕罪，贫僧所用的心机，只为争权争位，太过苛刻猛烈。贫僧祝陛下迫在前，如今陛下要立在后。陛下要想大治天下，必须另谋新法。靖难4年，百业待举，这兴利之举，
谈何容易啊！千头万绪，总有一解。贫僧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是宁王用立储之事将了陛下的军。立储之事关乎国之大计，朕不得不慎重。当年太祖仓促立朱允炆为太子，造成的危局，不可不防。前车之鉴，太子之位绝不能草率定夺。不立储，殿下就要另辟蹊径，拿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来转移众臣的视线，取一件能引发大肆争论的事来避开众目睽睽的热点。以贫僧所见，陛下的当务之急还是原来的4个字：正名固位。万事开头难，永乐新政关键是迈出第一步。朕这些日子正在权衡利弊，如何开这盘大棋？石先生，你的伤没事吧？哦，破了点皮，并无大碍。江边一别，已过1年，你知道吗？皇上可是惦记着你呢。哦，皇上刚登基，还记挂着师谋。靖难之役，多亏石先生慷慨相助，我们才迈过长江天险。皇上怎么会忘记石先生呢？师某这次从南阳带了一些番货、香料、珍珠等物，想献于皇上，求郑大人引荐。啊，这没问题。虽然皇上国事繁忙，难得空闲，不过如果皇上知道是施先生求见的话，他一定会龙颜大悦。哎，郑大人过誉了。施先生，你可别忘了，皇上还欠着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您肯定是在海外遇到了什么麻烦，有求于皇上。南阳之事，关乎大明朝在海外的威望。师某这次来朝，就是要为朝廷的海外声名尽力，为南阳的万千华民之生计尽言。几十年的陈科旧账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太祖皇帝早年下的禁海令，让沿海渔民商户都没了生计。更可怕的是，由于长期禁海，有些人被逼得漂泊海外，还有些人被逼得成了海上的盗匪。施正清本人就是一例。听说南阳的华人当中，有个叫陈祖义的。是的，这个陈祖义，如今已经成了江洋大盗，称霸一方，祸害南阳。施先生赶来京城的时候，在海上就是被他抢了几条船，还差一点丢了性命。怎么，施先生受伤了？是。你从宫里选一些好药，找一个名医，亲自带朕去看看他。是。他还说，是想让朕还账吧？施正清还说，他也是大明的子民，他想为生活在海外的华夏子孙找条活路，不再为海禁的国策通缉斩杀，也希望陛下能为他们撑腰，免受外人的欺辱。他说的事可不算小啊。那皇上是不是尽快见见他呢？不见。哦，那卑职这就打发他回去吧。慢，拿人东西手短，毕竟当年朕和他有过誓约，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。这样吧，你让他在京城先住下来。皇上的意思是，饭得一口一口吃，急不得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部已经把今年7品以上官员的考评呈了上来。按照惯例，皇上只要在奏章上批个考语，就可以昭告全国了。刘玉亮该讲，为何要讲啊？齐鸿生该罚，罚从何来？启禀皇上，值此大灾之年，刘玉亮身为朝廷命官，百姓父母，能够识大体，开城门接纳灾民，尽一方父母之责，全万余黎民性命，实乃天下为官者之楷模。是啊，他成了楷模，可灾民却把整整1个县都吃空了。原本只有1万灾民，现在却变成了2万。这2万人又去吃别的县，循环往复，灾民累计翻番儿。如此下去，饿死的人将会是多少万呢？陛下，这正是刘玉亮过人之处。哈，把1万灾民吃成2万，这就是此公的过人之处。要活一起活，饿死一块死，饿死他几万条生命，成就一个千古流芳的名节，值得呀！皇上，臣附议，饿死事小，名节事大，宁死而不失名节，此乃为臣的本分。臣请皇上大力褒奖刘玉亮。臣附议，刘玉亮理应褒奖。臣附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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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等附议。你们的理由朕都听到了。刘玉亮的事，朕自有主张。这里还有一个叫齐鸿生的官员，你们说他该罚，这又是为何呀？皇上，齐鸿生妄读圣贤之书，值此大灾之年，不去想着开仓赈灾，反而妖言惑众。哎，等等，这里面我看写的清清楚楚啊。齐鸿生不仅施粥放赈，还打开了自己的府门，把老弱妇孺接到了自己家里。这样的官，为何要罚呀？陛下，施粥事小，齐鸿生蛊惑朝野，变乱族法事大呀！他明知朝廷的禁令，却说什么只要放几条船到海里去，要多少粮食有多少粮食，要多少鱼虾有多少鱼虾。皇上，片板不得下海，这是太祖的遗训。齐鸿生此言，大逆不道啊！变乱族法，天威何在？诏令西改，国体何在？齐鸿生一句妄言，已将我大明置于危难之中，将万民置于不忠不义之地。陛下，齐鸿生之事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呐！百姓尚需教化，民风更待抚育。以此论调，必将滋生刁民，欲壑不舔，害国害民的皇上。朕看他的奏章写的没什么错嘛。皇上，皇上，民以食为天，逢此大难，朕也会这么想，这么说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是非功过要谨慎处置啊！你们说太祖有遗训，片板不得下海，这没错。可是太祖禁的是贩运私货，内外串通，并没有说过这海里的鱼虾不可以赈济灾民呢。齐鸿生想另开思路，以海救人，没有什么错嘛。都起来吧。你们与朕当朝理政，进一人退一人，皆不可大意。齐鸿生的事，你们还是先拿回去再议吧。皇上不可呀！齐鸿生的事已有定论，务须再议。那你说给朕听听。回皇上，齐鸿生父亲病故，孝期未满，丁酉在家，并不在职。
按律，齐鸿生上奏章，虽不违朝廷规制，但为人子，不能专心尽孝；为人臣，亦不会专心尽忠。臣恳请皇上治其不孝不敬之罪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丁忧在家就不能忧国忧民，父孝在身就不能献计献策喽？刘玉亮与齐鸿生并非一褒一贬之事，实在关乎社稷民风，关乎祖治国体。陛下务必要在此大是大非面前黑白分明，痛下决断。刘爱卿，你要是饿了，想不想吃饭？饿了当然要吃，但如遇危难，宁可饿死，也绝不失节。灾民过一城，吃空一城。你作为地方的父母官会怎么办呢？再到别的地方去吃。臣以为天下县令定会同心同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诸位臣工给皇上上了一课，陛下感触良多吧？哼，朕想说，不知该从何说起；想骂，又不知道该骂谁；想杀人，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刀。对牛弹琴，顽石一片。即使罚了救灾无道的昏官，奖了下海取吃的能臣，皇上面对的困境依然会一个接一个，环环相扣，层出不穷。朕算是看明白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救灾之道的争议，事关因循守旧还是变法图新。皇上明鉴，朕以奉天靖难之名起兵，登基之后更以恢复旧制为己任，为的就是稳定朝野，以祖制之名求天下归心。如今却要公然背弃太祖遗训，天下人会指责朕离经叛道啊！祖制不仅不能违，反而要奉若神明，以祖训做大旗，图新政之良策，以为祖之名行变法之实，让祖法旧制为我所用。只要皇上秉承太祖强盛大明、富足百姓的初衷，路怎么走，那是一代代后世之君的自觉自定。一切国策的实施和改变，必须以权力为基石。如今皇上已经继承大统，皇权在握，改变就在今朝。如若能开创大明永乐盛世，朕万死不辞。眼下最合适的突破口是片板不得下海这块坚冰，如此才能振聋发聩，势如破竹。如果这样一来，陛下的骂名就不只是篡逆，后世还会加上欺君背祖、祸国乱政。横竖躲不过一盆污水啊！朕索性把这些骂名全占了。与其做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皇上，不如做一个破旧除新的逆君。大明的旧制，这步棋已经走死了。但棋是什么？是棋盘上的胜负手，边角间的角力争斗。如果跳开了将死的条条框框，那么天地山河都将是陛下的棋盘。天是大明的基业，地是百姓的温饱。在此天地之间，陛下可以任意驰骋。天下的规矩都是人定的，也是供人来破的。永乐新政如果能使国富民强，万民拥戴，陛下何愁不天下一统归心呐？大师所言如醍醐灌顶啊！自古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，一切规矩
为我所用。跳出一子，盘活全局。传施正卿见驾！传施正卿见驾！传施正卿见驾！草民施正卿，叩见陛下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位爱卿，朕请来了一位客人，他是南阳巨商，也是朕的故旧。施正卿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施正卿，你虽身在海外，但也是华夏子孙。朕想让你给众臣工们说一下，在南洋各国及海外岛屿之上，华民和客商生计如何？可有温饱？皇上，我海外华商华民久居异邦，远离故土，犹如在大海之上漂泊的一叶孤舟，不仅要忍受外人的盘剥，还要躲避海盗的追杀，命都不保，何谈生计？皇上，我海外华民虽与大明远隔重洋，但是心却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故土。老人们死后，他们一定会交代后辈们念着大明老家。皇上，我们也都是华夏的子孙，皇恩浩荡，泽备天下。可是我们有苦又能向谁诉？我们太感到无依无靠。难道我们是大明的弃儿吗？皇上，皇上，海疆不净，国不能安。我海外黎民虽漂泊异乡，亦是我中华血脉。大明乃天朝上国，岂能受外人的屈辱？皇上，出海之民，一是罪臣，二是逃民，三为奸商。罪臣与逃民早已被典忘祖，大逆不道。出海奸商，亦是为小利而抗太祖靖海之命。施正卿当判凌迟之罪。海外华民与我同宗同祖，弃之不顾，何谈天朝国威？大明海域同样是朕的国土，又岂容海盗倭寇横行作乱？永乐王朝必须造大船，巡洋万里。犯我大明者，务必惩罚；杀我臣民者，务必追究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些书都是太祖爷留下来的祖训，都给我好生看着。要是让雨淋了，被风刮了，我抽你们的筋，扒你们的皮。是。关起门来，咱们今天是在家里随便议议，畅所欲言啊！说说吧，下西洋的事你们怎么看？高炽。太祖深谋远虑，靖海实为国事所迫。可父皇要下西洋，也是为了国计民生，也是深谋远虑。所以下西洋的事，父皇才找我们来商议。
高旭，父皇怎么说，儿臣就怎么干。坐吧。十七弟，你怎么看？看来是话不投机呀。大家回去好好琢磨琢磨，改日再议吧。儿臣告退。谢晋、夏延吉，你们留一下。来坐。两位爱卿啊，永乐开元，万事待定。朕一直想跟你们好好聊聊。喝茶呀，不必拘礼。谢晋，皇上，你是闻名天下的大才子，洪武年间的神童。不敢。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最先提出学藩的好像就是你吧？所谓强藩不除，国基不稳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皇上，你的话确实是有些见地啊。小延吉啊，皇上，朕记得朱允文讲你8个字：精于治体，勤于算计。你当年献的妙计围而不打，差点把朕困死在北京啊！皇上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皇上不提也罢。要提。没有过去那些事，朕怎么能够洞悉你们的才华？永乐新政，正体为本，朕准备从官制改起。近日内，朕要筹划建立文渊阁，以内阁大学士组成朕的子义办事机构，处理国家的中枢政事。还望你们能够一扫朝野暮气沉沉的败朽之气，敢于直言，谋而能断。皇上厚望，微臣定当尽心竭力。你们是朕的股肱之臣，要为朝廷分忧啊！这下西洋的事，你们怎么看？皇上，海禁不能破，祖训不可违呀！陈七叔，我知道您喜欢活物，您看，我特意给您弄的，怎么样？又凶又狠，喜不喜欢？是个好玩意儿。石七叔，我们这些靖难之役打过仗的人，可全都瞧着您呢。你看这2个宝贝儿，大战之前屏气凝神，这就叫蓄势待发啊！石七叔，到底该怎么办？您总得给句话啊！遇到事儿急不得，兵法云：“志在勇先”呐，要像这2个宝贝儿一样，先找好下嘴的地方，这就叫攻其不备。什么意思？石七说啊，给你讲个故事。当年你父皇还在北京做燕王的时候，也曾遇到和你现在一样的难处，一边是自己想大展宏图，
另一边呢，是自己的亲侄子朱允文横在那儿，该怎么办？你猜那疯和尚怎么给你父皇出的主意啊？我哪知道？疯和尚说呀，能不能当上太子，不在于你在世人眼里是不是已经功成名就，而在于你在太祖心中的位置。如果自己没有机会去做皇上喜欢的事，那就一定要让对手去干皇上记恨的事。父皇那边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你父皇眼下的心头肉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下西洋啊！赤儿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？啊，没有。那你怎么想起熬银耳羹，还说要给我去心火呢？我知道，最近这些日子，你心里也有火，是吧？儿臣这次真的是被夹在两难之间了。按说永乐开元，百废待兴，需要用钱的事情太多，应该把力气用在正经的地方。可父皇突然要下西洋，而且正在兴头上。作为儿子，我不该扫父皇的兴，可作为臣子，又不能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啊。你这些话告诉你父皇了吗？没有。连我自己都没想明白呢。哎呀，谢大人，你替本王看看这幅字，是真迹还是赝品呢？实不相瞒啊，这是我从一个盗墓贼手里弄出来的，秘符的。殿下，微臣哪有这份闲情逸致啊？谢大人这话怎么说的？永乐开元，欣欣向荣，谢大人该踌躇满志才对啊。唉。人心不古，积则生变呐。就说殿下这幅字的来历吧，正说明现在盗墓成风，世风日下。皇上不操心这些事，非要热衷于什么下西洋，劳民伤财嘛。大才子啊，这你就看尽了。皇上以区区806人一统天下。其雄才大略，亘古罕见。下西洋，多大的魄力呀！皇上搞永乐中兴，定能够超越秦皇汉武，成为千古一帝。那也要量力而行啊，不能为了千古一帝之名，就置社稷百姓于不顾啊！谢大人的话可是要犯忌的，而且也没有说到点子上。要害之言，往往如鲠在喉，想说又不能说。哦，请殿下赐教。哎，谢大人啊，皇上刚刚承继大统，他最担心的就是正名固位，名为扬威海上，实则沽名钓誉。说穿了，就是用宝船扬永乐之威，用银子买圣君之名。父皇带我来挖笋，是不是要让我们牢记节俭治国的本色啊？你母后跟我说了，你最近好像有点为难啊。儿臣只是随便跟母后说了说下西洋的事。人不远行，如何能知天下之大？下海巡洋，
虽说眼下苦了臣民，但最终还是为了大明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。大明虽说是地大物博，但如果作茧自缚，与世隔绝，就将变成井底之蛙。那永乐中兴从何谈起呀？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父皇，儿臣，你是朕的亲儿子，如果连你都不愿意跟父皇说真话，朕又该相信谁呢？外面疯传说父皇下西洋原本不是为了国计民生，而是……说吧。不过是沽名钓誉之举，为求圣君之名。上要为君王分忧，下要为百姓解愁。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才是读书人的本分。我们不能惧死而不谏呐。你我既受皇恩，自当不计荣辱，貌似进谏。17弟好像有点瘦了。是不是没睡好啊？哈哈，多谢皇上惦记，没什么大碍的。朕提出下海巡洋之后，反对之声弥漫朝野。朕早就说过，为君者所行未必全然合理，为臣者亦当直谏。你是朕的同胞兄弟，又是靖难之役的首功之臣。有什么话不必瞻前顾后，碍于情面。皇上从善如流，小弟感佩不已。说下去。皇上，当初靖难，你我是肝胆相照，如今皇上已经荣登大宝，理应顺应众议，广结善缘。如此才能众望所归，坐实大位。当年靖难，你我也都受过不少的苦。臣弟实在是看不明白，皇上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大兴下海之举呢？大明富甲天下，江山万里，为什么非要到那个神秘莫测的海上去呢？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，授人以柄呢？君临天下，唯我独尊，皇上还想要什么呢？这古话说得好啊，知足者常乐，无欲者苟安。本分过日，方是清静祥和之根本。皇上为什么要亲近国力，徒劳无功呢？兴立新政，变法图存，已刻不容缓。要想开创永乐新政，就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皇上一意孤行，满朝上下尽失人心。无论是洪武老臣、前朝旧臣，还是永乐新贵，没能服帖一人。如此之举，怎么能说得上是利国利民呢？皇上变乱族法，瞒天过海，难道就不怕别人说你是欲盖弥彰、阳奉阴违吗？不打破先皇留下的持重僵局，大业难兴，只能是穿新鞋走老路。赶走朱允文，诛杀方孝孺十族，已经令天下人胆寒，如今又要逆天而动，违拗众议。皇上，难道就不怕留下个千古骂名吗？国策之争本无大碍，朕也不介意。可最近居然有人说朕沽名钓誉，此话朕绝对不容。皇上，既然已经把话逼到了墙角上，臣弟也就再没有什么退路了。
让皇上龙颜大怒的这4个字，正是出自臣弟之口。十七弟，你我本是生死之交的兄弟啊，朕心里想什么，你应该知道。你这话让朕心痛啊！皇上，此话虽不入耳，但确实是出自肺腑。皇上姓朱，臣弟也姓朱。江山是朱明的天下，臣民是太祖的子孙。臣弟以江山社稷为己任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皇上，当初靖难是以匡复朝纲、恢复祖训为大旗，可如今刚刚登基，便假太祖之名，行背祖之道，不顾国力空虚，不管黎民生计，以下海巡洋为借口，求永乐盛世之虚名。臣弟为黎民百姓计，为朱明江山计，也为我生死同心的四哥计。上要对得起太祖遗训，中要对得起兄弟之情，下要对得起芸芸众生。臣弟不能眼睁睁看着皇兄成为天怒人怨、失道寡德的昏君呐！你说朕是昏君？昏君！话一说出口，臣弟绝不会苟且偷安。臣弟跟皇上本是同根同源，都是太祖的亲骨肉。皇上是大明的圣君，臣弟也是大明的子民。江山是皇上的，也是我等天下子民的，更是太祖传之万世的基业。臣弟不敢为求荣华富贵而欺君媚上，不敢为求一己之性命而辜负太祖的在天之灵。臣弟可以为皇上死，为百姓死，为大明江山死，但话不能不说，胸意不能不表，请皇上圣裁。合于天，而欺于人。孤家寡人，孤家寡人。皇上，别太烦心了。万事开头难，这么大的事，总会有点波折的。面对满朝文武，朕就像现在一个人面对着汪洋大海，不知道该怎样与之相搏。皇上，你觉得累吗？唉，朕贵为天子，一言九鼎，为何处处碰壁，事事掣肘？比做燕王的时候更加艰难。皇上，命运无常，世事难料。这么多年了，有一句燕王殿下曾经对我说过的话，卑职时刻不敢忘。虽然高处不胜寒，但公道自在人心。皇上，海天一色，堤岸奈何？
这样。全无啊！这怎么回事？太可怜了！仁慈啊！是太感人。罪臣刘千里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刚刚说过，要给“沽名钓誉”这4个字找个注解。众位爱卿可以好好看一看，刘千里的腿是早年出使日本国的时候被生生砍断的。堂堂大明使者，竟被羞辱越族。 此乃大明之耻，华夏之羞。如今大明北受前元的威胁，南临海盗的滋扰，西有铁木儿虎视眈眈，东有倭寇为患，居安思危。要使大明复兴，就要扬我国威，重振天朝雄风。这就是朕的沽名钓誉。 朕就是要鼓天朝之名，钓大明之誉。大明绝不做温饱积安的井底之蛙。永乐新政就是要从国策的根本入手，奠定一代盛世之基石。朱高炽，儿臣在。听旨。命你总领6部9卿。 督办造船，兼领策划下西洋所有事务。福建造海船37艘，广东造船50艘，精卫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广、山东、苏州府造海船250艘，改造海运船1368艘。从全国征调军事水手3万来京，凡抗命、懈怠、误工污料者，绞刑部1罪。 儿臣遵旨。夏元吉，臣在。命你协同户部、兵部、工部，会同南直隶、浙江、广东、福建、山东5地，筹措专款，征集工料、民夫及一切物资采购事宜。臣遵旨。郑和，卑职在。 命你即日亲临工地，督造航海大船之具体事宜。遵旨。出海巡洋之事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后世怎么骂，朕的心愿只有一个：我泱泱大明要扬威海上，友善邻邦，恩泽四方。朕要开永乐中兴之航。 石先生的公卿号又如何呢？郑大人此一笔有如汪洋与水塘之别呀！这44丈长的宝船在海里就是一座活动的岛屿啊！那要是60余条这样的宝船呢？那就是一座海上的城市啊！郑大人，皇上真会派60多条宝船出海吗？我相信会的。若有这样的宝船直通南洋，陈祖义吓也吓死了。如此一来，大明还有什么货物不能贸易四海？四海又有什么珍奇宝物不能运抵我朝呢？卑职不知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们也起来吧。朕看你们的兴致很高嘛，啊，什么好事，说来给朕听听。禀皇上，王长子、夏大人等都十分辛苦，各方面配合得相当好，没有误公误事。卑职来船厂监工，算是一帆风顺。宝船下海，
指日可待。朕听说宋元年间的海船已经造得非常大。郑和，朕这宝船比那2朝如何呀？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不过卑职以为，远航若靠沙船还不够，还应再造部分2000料船，也就是称作浮船的尖底海船。哦，是吗？启奏皇上，这又是沙船又是浮船，真是花钱如流沙，浮江何在啊？夏元吉，你懂船吗？臣不懂船，但臣知道造船要花银子。你不懂船，那就听郑和再讲讲浮船嘛。等说到花银子的时候，你再插嘴也不迟啊。郑和，接着往下讲。是。我大宋年间就造出了尖底海船，专驶于汪洋远海，人称浮船。卑职斗胆，建议宝船队所属水师兵船，皆用与浮船相似的2000料船。浮船上宽底尖，首尾高昂，两侧建有护板，可抵弓弩火炮。全船分层而设，下层以土石压舱，高层为士兵作战所用。弓箭火炮居高临下，如实击卵。船首高昂，再置有铁甲等冲击之物，乘风下压，仅凭船力即可离沉敌船。皇上，据卑职所知，浮船建造工艺为民省工匠最佳，请皇上赐谕旨，从泉州调集造船工匠来京，专造浮船。准。施正清啊，皇上，如此浩大规模的大明船队，日后开到你的居住地旧港，场面会很壮观的。我皇天威，如此宝船携兵船，怕是100个海盗陈祖义也不够打的。朕看有此等规模，宝船队可以说是几近完美了。只是如此盛世，还缺一个人呢。皇上说的人，卑职能猜到几分？这些日子，卑职也一直在想。你说说看。皇上说的人，是卑职的恩师南轩公吧？是啊，多少年了。哎，朕的航海巡洋之举，有他一份力，一片心呐。皇上，这边请。郑和，在。说说你的船吧。是。皇上请看，沙船底平能坐滩，不怕搁浅。风向朝向不同之时，因平底吃水浅，船体甚是安稳。加上宝船多桅多帆，吃风近，吃水浅，阻力小，船速快。别看这沙船方头方尾，民间唤作方壳，可甲板宽敞，两拱高大，两侧悬低，排浪排水快，可安装升降舵。如此看来，尔等是尽了心呐！啊，这船真让你们给造绝了！回皇上，宝船出海后，大部分舵叶可降到船底，船体恒稳；遇浅水又可以把舵升上来。皇上，再看宝船的龙骨，两舷前后的6根通材，粗壮坚实无比，直压到头。这种强度，可以说当今海外无船可比。加上船舱多用水密隔藏，纵有滔天巨浪，也不会轻易翻沉。不过这么大的宝船，操纵起来灵便与否，船速的快慢，船体能否经得起狂风巨浪，这么大的船队如何补给，这些都要策划的细而又细啊！请皇上放心，卑职会竭尽全力。船行万里，风浪无情，人命是第一要务。遵旨。这是在煮桐油吧？对，煮好之后，把它涂到船上，可以防水。
朕知道你们吃了不少苦。夏元杰啊，臣在。你旨，要让工匠们吃得好，吃得饱啊，不然哪有力气干活啊？臣遵旨。郑和在，你弄这么多篮子干什么？啊，这些篮子叫太平篮，平时都挂在船尾，遇到风浪的时候装上石头放入水中，这样就可以使船不至于倾覆。太平篮，好名字。朕要的就是天下太平。高炽，儿臣在。建造速度还要加快，你要尽力办差。父皇，我严令各部按时交工。这季风可不等人呐。遵旨。咱们这么拼命，皇上他还嫌慢。为人臣，就该尽心竭力；为人子，要替父分忧，吃苦受累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可这季风要来，我能管得住吗？皇上厉害呀！你们不是反对下西洋吗？我偏叫你们督办下西洋的事。然后再挑你们的毛病，这叫什么？先烤后煎，三炸两熟啊！就不信炖不熟你们这些生瓜蛋子。眼下最关键的是要忍，千万不能惹皇上生气。没听说吗？30年的媳妇熬成婆，咱们就是熬，也要把太子之位熬下来。事情明摆着，父皇处事不公，把好差事全都给别人。满朝大臣谁赞成下西洋啊？就咱们支持这事儿，可算出了风头了，助了皇上一臂之力。可反过来，倒给别人扯旗放炮了。二皇子吴宣求见。这个人不地道，见钱眼开。不见。是。等等，汉王殿下，眼下正是用人的时候，不妨见见再说吧。去吧。是。吴宣拜见汉王殿下。吴宣，你深夜来求见本王，却对齐国公王将军视而不见，不觉得你的举止有些反常吗？在下是来投靠主子的，请齐国公王将军见谅。主子。如今天下能称得上主子的，好像只有皇上一个人吧？你说这话，可是大逆不道啊！汉王如果觉得在下碍眼，可立刻将在下交给皇上治罪。在下既然已经下定决心效忠汉王，就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吴宣从今往后，愿做汉王的一杆枪、一根针。只要汉王喜欢，吴宣能为汉王舍命，死而无憾。吴宣啊，难得你这份心意啊！你的情谊，本王领了。出海迫在眉睫。宁王殿下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谢大人啊，你是当朝最有名的才子，你替本王来看看啊，本王最近临的这几幅字有没有长进呢？啊，富贵一交，艰难一呼，
久远易忘。这是太祖祖训录中说的话，说得多好啊！殿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谢大人，你看，哎，这儿还有呢。日月只能9兆，万事不改其名。尧舜之道不息，万事不改其形。哎，谢大人，来，你看啊，这儿还有啊。我以成之法，一字不可更改。苟作聪明，无事垂训，必然咎由自取。微臣懂了，不要跟皇上纠缠过细，关键是要在祖训路上下功夫。启禀宁王，汉王门下将军王斌已在前厅等候多时。那就给他带句话，说他想要说的事儿，本王已经知道了。告诉汉王，请他放心，明天到了奉天殿上，本王自有分晓。众位爱卿，几百艘宝船、马船、浮船和沙船都已经建造完成，货物也筹划的差不多了。今天要议一下这正式的人选，你们以为谁能当此大任？末将不才，愿领兵出海，扬我大明国威。皇上，臣以为不可。哦，皇上，齐国公虽勇武超人，但缺少谋略，脾气暴躁。作为统领3军的主帅，万一与出海的28000将士产生龃龉，后果不堪收拾。再者，作为礼仪万邦的使者，要随即处置大明与海外诸国的关系。齐国公从未办过这样的差事，只怕交友不成，反倒失了礼数。皇上，谢晋嫉贤妒能，言语轻薄。想当年随皇上靖难起兵之时，末将就曾奉王命，随3护卫归于铁平节制。末将居中联络，网罗部署，替义军暗中收降的1000户和100户，就有30多人，怎么能说末将缺少谋略呢？皇上，齐国公刚刚自己也说了，他是按照王爷的吩咐安抚部署，因此他的所作所为，还是看不出有何智谋。废话，不奉王命，我还听你的。那微臣想问问齐国公，你除了奉王命行事之外，自己又想出多少招数呢？父皇，齐国公在靖难4年中杀敌无数，斩将多员，论智论勇，皆为众将楷模。而臣以为齐国公堪当此任。皇上，臣也以为齐国公堪为帅才，如若委以重任，定不辱皇恩。谢晋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恕微臣直言，皇上倚重的燕军旧将，他们多善陆地马战，率船出海，恐怕没有一人可担当此任。谢晋，你敢藐视靖难的功臣？汉王息怒，微臣并无此意。皇上，臣弟保举一人。好啊，能让17帝力保之人，一定是非同凡响。谁呀？吴宣。这个吴宣还在水师提督的任上吗？回皇上，还在。吴宣掌我大明水师10几年，仅此一条，也无人能与之比肩。皇上，吴宣不可。吴大人虽任水师提督，但那是在长江，不能与大海相比。谢晋，
你左一个不是，右一个不行，你可有合适的人选？皇上，臣以为此国史必须是文能安邦、武能定国、文武全才者方可。说的有道理，算得上是深谋远虑。那你说谁合适啊？皇上过誉了，深谋远虑的正是吾皇万岁。其实皇上心中迟迟没有合适的人选，不在于文能不能去，武能不能去，文武全才者能不能去，而在于皇上心中早就明了。太祖昔年曾在祖训录里确已把片板寸幡不得下海奉为了国策，所以皇上当然早已断定，谁都不能去。据微臣所知，太祖皇帝昔年还曾御笔写过一份太祖训，赐给了皇上。皇上，微臣恐怕记得不实，敢问皇上，可有此事？谢晋，真得谢谢你的好记性。皇上息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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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皇上，下去。皇上，滚！皇上，刚才姚广孝大师叫人带来一句话。讲。用其人之道，反治其人之身。谢晋，朕将太祖亲赐的祖训录通读数遍，朕还是没有看到“不许出海”这4个字啊！启禀皇上，太祖实录中禁滨海民私通海外诸国，皇上昨夜许是过于疲乏，遗漏了。朕既没困乏，更无遗漏。那就是皇上已将太祖圣训领会于心，既是如此，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谢晋，朕问你，禁平海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禁海。不对，禁平海民是禁止沿海子民的意思。整句话是说，禁止沿海黎民私通海外诸国。太祖定的是黎民百姓不能下海通外，并没有说不许朝廷的官办船队通好海外诸国呀。朕遣国使出海巡洋，派的并不是海民，而是大明的国使嘛。皇上一定要这么说。那太祖训上有多处禁通外藩4字圣命，皇上又怎么解呢？谢晋，朕再说一遍，太祖的禁通外藩4个字，这个意思非常清晰，指的是禁止黎民百姓私通海外诸国。所以，朕派宝船队出巡西洋，并未违背太祖之训。那太祖以海外诸夷多诈，绝其往来，皇上又作何解呢？你呀，
真就死钻牛角尖儿，不许通犯诸国的话，那么太祖遣使通夷，招于四海，又怎么讲呢？洪武2年，战成国遣使求见，说安南以兵犯之。太祖圣命中说，遣使往观其事，予以为天守分之道。二国之君宜听朕言，各遵其道，以安其分。如果太祖是要绝其往来，为什么还要遣使调停詹城、安南2国呢？太祖还曾明确讲过，内修齐家之道，外造睦邻之方。此话高瞻远瞩，正是太祖大力提倡我朝通好海外邦国的明证。皇上此次派宝船出海，不仅仅局限于派国使通好海外。据臣所知，皇上建造这样的船队，筹备了大批的丝绸瓷器。看来，皇上是要借此机会与海外藩国互为贸易。太祖曾说过，深进海外互市。太祖圣命之意，无论任何人均不许与海外藩邦做生意。此话，皇上不会不记得吧？太祖还说过，人生天地间，造化得益于随机而变，不识时势者，乃为桀丈夫。时势在变，国策也要随机而变。朕和众位爱卿都必须审时度势，顺应发展，变中求存。头脑冥顽不化，墨守陈规陋习，死搬教条，只能是行尸走肉。眼下已不是洪武年间，国势已变，朕正是在此之际，抓住时机，坚持太祖治国之精髓，变通前朝具体之方略，如此方能开拓进取，开创盛世。否则，我大明将陷入固步自封之泥沼。皇上这是断章取义，假太祖之名，行变祖之实。